各位街坊，各位老友記，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講一件真係聽落都火滾嘅事。大家平時去飲茶，最鍾意同三五知己或者自己一個去搵張台，舒舒服服嘆下一盅兩件。尤其係喺沙田區，好多老人家日日朝早都去固定嗰幾間大酒樓報到。但係最近喺沙田一間好出名嘅酒樓入面，竟然出現咗一班專門恰老人家嘅搭台黨。呢班人真係無良到極點，出埋啲下三濫嘅陰招，見到老人家自己一個坐，就衝過去搭台，然後全程扮熟，最後竟然大模大樣咁將自己張單塞俾個阿婆，要個阿婆幫佢埋單。好在今次呢位當事人婆婆真係好精靈，一早睇穿呢個賤男嘅詭計，一招霸氣反擊，當場等個賤男面目全非，狼狽到要夾埋條尾走人。成件事被放上網之後，大批網民直情睇到眼火爆，紛紛怒轟呢啲呃錢黨。係咪當依家啲老人家全部都老人痴呆，咁樣嚟呃人錢，真係生仔無屎忽？話說事發當日，正正就係一個好平常嘅朝早，喺沙田一間飲早茶好旺場嘅酒樓入面，有一位已經76歲嘅張婆婆，好似平時咁，自己一個入去飲茶。張婆婆雖然已經76歲，但平時個人好精靈，耳聰目明，行路都有風。因為朝早酒樓真係好爆場，搭台基本上係香港飲茶嘅常態。張婆婆坐落一張4人台之後，冇幾耐就有一名望落大約40零歲，着得人模人樣嘅中年男人行埋嚟。呢個男人手上拿住份報紙，好有禮貌咁問張婆婆呢度有冇人坐。婆婆見大家都是街坊飲茶，咪好心話無人，等佢坐低咯。點知呢個男人坐低之後，就係成個騙局嘅開始。呢個40零歲嘅賤男一坐低，完全冇平時一般人搭台嘅隔閡，反而表現得非常之熱情。佢先係主動同張婆婆打招呼，話自己好耐冇見過婆婆，又問婆婆最近身體點啊，一開口就叫張婆婆做張姨。張婆婆當時心諗自己姓張就冇錯，但係橫睇豎睇都唔認得呢個男人。不過老人家始終比較有禮貌，以為係自己年紀大，記性差，可能係以前住同座大廈嘅鄰居，或者係某個好耐無見嘅遠房親戚嘅後輩，於是就順口應咗佢幾句。呢個賤男見張婆婆有反應，即刻變本加厲，開始天南地北咁吹水，由今日嘅天氣講到去超市嘅米價，再講到自己份工幾咁辛苦。期間佢仲好貼心咁幫張婆婆倒茶，又主動幫手攞點心，服侍到無微不至，直情好似張婆婆親生仔一樣咁孝順。如果係一般比較容易相信人嘅老人家，見到個後生仔咁熱情，咁關心自己，可能一早就放低咗戒備。但係張婆婆一邊飲茶，一邊越諗越唔對路。因為呢個男人雖然口若懸河，但每次講到具體嘅話題，例如問佢到底係邊個嘅仔，或者以前住邊層樓嘅時候，呢個賤男就會好巧妙咁由花園帶過，或者突然間轉移話題，話哎呀張姨你記性真係差啦，我邊個衰仔嚟㗎嘛。張婆婆當時表面上冇拆穿佢，但心入面已經留咗個心眼，覺得呢個人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果然狐狸尾巴好快就露咗出嚟。呢個賤男自己叫咗成台點心，包括蝦餃、燒賣、鳳爪、排骨，仲要叫咗一碟好貴嘅鮮蝦腸粉，一個人狼吞虎咽咁食。食到咁上下，大概過咗大半個鐘，呢個男人突然間接咗個電話，然後神色慌張咁同張婆婆講，話自己公司有件好緊急嘅事要即刻返去處理。佢一邊講，一邊好自然咁將自己張點心卡搭埋喺張婆婆張點心卡上面，仲笑口細細咁同張婆婆講，張姨，我真係行得好急，既然大家咁有緣一齊飲茶，我呢張單你就順便幫我埋佢啦，我下次見到你再請返你飲茶，我走先啦。講完呢句，佢起手就想攞袋走人。大家聽下，呢個賤男真係無恥到一個點。兩個人非親非故，只係搭台坐咗唔夠1個鐘，佢竟然可以面皮厚到咁樣，當正老人家係開善堂，夾硬要人幫佢俾錢。呢啲擺明就係有預謀嘅搭台黨，專門揾單身嘅老人家下手，利用老人家嘅善良同埋一時之間轉唔到彎嘅心理，
用這種扮熟嘅招數嚟呃飯食。不過呢個賤男真係老鼠拉龜，揾錯對手。張婆婆雖然76歲，但絕對唔係可以隨便俾人恰嘅無知阿婆。一見到呢個賤男想出陰招屈埋單，張婆婆當場面色一沉，以極之驚人嘅手速，一巴掌將自己張點心卡搶返嚟，然後用成間酒樓都聽到嘅超級大喇叭聲浪，一掌拍落張台度，大聲喝道：喂，邊個係你張姨啊？我識你條毛咩？你由頭到尾喺度同我扮熟，依家仲想屈我幫你埋單？你叫咗成枱嘢食，自己想食霸王餐啊？大家快啲嚟睇下，呢度有個大男人呃老人家錢啊！張婆婆呢一下霸氣反擊，真係好似平地一聲雷咁，成間酒樓原本鬧哄哄嘅聲音即刻靜晒，全場幾百個茶客，仲有幾十個酒樓侍應嘅目光，一瞬間全部聚焦喺呢個賤男身上。呢個賤男發夢都冇諗過，眼前呢個望落慈祥嘅老人家，竟然會爆發出咁強大嘅戰鬥力，當場被嚇到面青唇白，呆立當場。酒樓嘅經理同幾名高大嘅傳菜男侍應聽到有人叫呃錢，即刻好緊張咁衝過嚟。經理連忙問張婆婆發生咩事，張婆婆指住個賤男，條理清晰，字字鏗鏘咁講：呢個人一入嚟就同我扮熟，又叫我張姨，又話認得我由頭到尾都唔識佢，佢自己叫咗成枱嘢食，依家話有急事要走，將張點心卡菜俾我，叫我幫佢埋單。呢啲咁嘅人渣，你哋酒樓一定要報警拉佢，唔好俾佢走啊！周圍嘅茶客一聽完，個個都群情洶湧，紛紛指住個賤男大罵，真係不知所謂。年紀輕輕有手有腳，竟然去酒樓呃老人家飯錢，無恥！影衰晒我哋沙田街坊。經理，快啲鎖門報警，唔好俾呢個無賴走。呢個40零歲嘅賤男見到群情洶湧，知道自己今次踢到快生鐵，面子全無。佢塊面由青變紅，又由紅變紫，尷尬到恨不得揾條地罅鑽入去。佢一邊低住頭，一邊慌慌張張咁由銀包入面抽出一張面額500蚊嘅大牛，扔落張台度，連找續都唔敢等，一邊口震震咁話：得啦得啦，我自己俾，我自己俾。使唔使搞到咁大啊？然後好似喪家之犬咁，在全場茶客嘅噓聲同埋指責聲之中，狼狽不堪咁衝出酒樓，連頭都唔敢回。張婆婆見到個賤男落荒而逃，冷笑咗一聲，好定神咁同經理講：經理，嗱，佢扔低咗500蚊，你扣返佢自己食嗰張單，剩返嘅錢唔使找俾佢，當係幫我張單埋佢，剩返嘅就當係俾你哋嘅茶錢。經理同埋周圍嘅街坊見到張婆婆贏得咁漂亮，仲要咁有大將之風，全場即刻響起熱烈嘅掌聲，個個都大讚婆婆精靈，直情係老人家嘅模範。呢件事後來被當日喺現場嘅一位生還茶客放上網，仲詳細描述咗成個過程。無幾耐，成個沙田區嘅社交群組直情好似炸開咗鑊咁，網民嘅留言好似雪片咁湧現。幾乎一面倒全部都係痛罵呢個搭台黨賤男，同時大讚張婆婆做得好。有網民就話呢個男人真係賤格到無人有手有腳唔去揾錢，走去酒樓呃阿婆。好彩個阿婆夠精靈，如果換着係我阿媽，平時耳仔軟又怕醜，一定會被佢帶到乖乖地幫佢俾錢。亦有網民憤怒咁指出，依家啲騙徒真係越嚟越無人性。當老人家全部都係失智痴呆，利用老人家的善良嚟揾食，人在做天在看，因果報應好快到。亦有好多沙田嘅老街坊紛紛留言，話呢種搭台黨其實唔係第一次出現。有街坊爆料話，喺沙田市中心、大圍或者馬鞍山一帶嘅酒樓，其實一直都有一班固定嘅無業遊民或者騙徒，專門喺早茶或者下午茶時間出沒。佢哋嘅目標非常一致，就係嗰啲自己一個坐，行路比較慢，或者望落比較老實、好恰嘅老人家。呢班呃錢黨最經常用嘅招數，除咗今次呢種扮熟屈埋單之外，仲有幾種常見嘅陰招。第一種就係執錯單。
騙徒會故意坐喺老人家隔籬，然後將自己張點心卡同老人家張卡放得好近。等到老人家準備埋單嘅時候，佢哋就會借故起手，好似好自然咁拿錯老人家張卡去收銀處，然後將自己叫咗好多貴嘢食嘅點心卡留喺張台度。等到老人家發現張單多咗好多嘢食嘅時候，個騙徒一早已經埋咗張憑單走咗去，老人家一時間口同鼻拗，酒樓又已經出咗單。好多時老人家為咗息事寧人，或者費事同人嘈，最後都只能夠硬食，自己貼錢幫人埋單。第二種招數就更無良，叫做跌錢黨變種。騙徒會喺搭台嘅時候，故意喺老人家腳邊扔下幾十蚊或者100蚊，然後拍拍老人家話：老人家，你跌咗錢啊！當老人家好心條腰執錢嘅那一刻，騙徒就會用極快嘅手法偷走老人家擺喺茶台上面嘅銀包、手提電話或者係掛在凳背嘅手袋。老人家執完錢起反身，仲同人講多謝嘅時候，其實自己已經損失慘重。等去到埋單或者想攞電話嘅時候，先發現自己中咗招，到時個騙徒一早已經走得無影無蹤。所以話今次沙田張婆婆嘅霸氣反擊，不單止係幫自己出一口氣，更加係幫所有老人家打咗一劑強心針。但係從呢件事入面，我哋各位老友記真係要提高警覺。今時今日嘅社會，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而且專揀弱勢群體落手。老人家辛苦大半輩子，儲落少少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生果金，本來想開開心心飲個早茶，享受下晚年生活。如果因為呢啲無良騙徒而無端端損失金錢，仲要影響到心情，真係好唔值得。喺度，我要特別提醒所有老友記，平時去飲茶或者出街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以下幾點。首先，出外飲茶如果遇到有人搭台，無論對方表現得幾咁熱情，幾咁似熟人，只要你自己真心記唔起對方係邊個，就一定要保持警惕。千萬唔好因為面子問題而夾硬附和對方。如果對方叫你，你可以好似張婆婆咁，直接了當咁話：對唔住，我真係唔認得你，你係咪認錯人？直接切斷對方想套交情嘅機會。其次，自己將點心卡、銀包、手機等貴重物品，一定要隨身攜帶，或者擺喺自己視線範圍之內。千祈唔好將點心卡隨便擺喺茶台嘅中間，最好係用自己個茶杯或者點心籠壓住。總之要確保外人唔可以輕易接觸到或者調換到。如果好似張婆婆咁，遇到有人夾硬將張單塞俾你，或者借故離座想走，千祈唔好驚，亦唔好怕羞，要立刻大聲呼喚酒樓嘅侍應或者經理過嚟處理。你要記住，酒樓周圍都有咁多茶客，大家都是明理嘅人，只要你大聲講出個事實，大家一定會企喺你呢邊。騙徒最驚就係把事情搞大，最驚就係見光。只要你夠大聲、夠強硬，騙徒自然就會心虛落荒而逃。同時，我都想呼籲各位做後輩嘅年青人或者仔女，平時大家工作忙碌，可能未必可以日日陪爸爸媽媽或者爺爺嫲嫲去飲茶，但係我哋一定要多啲關心老人家，返到屋企不妨同佢哋分享下呢啲社會新聞，好似今次沙田酒樓呢件事咁。話俾佢哋聽，依家出面有咩新嘅騙局，老人家收到呢啲資訊，自然就會多一分戒心。同時都要話俾老人家聽，萬一喺出面遇到咩事，千祈唔好因為驚做錯事或者驚俾仔女鬧而揀門騙。無論發生咩事，仔女永遠都係佢哋最強大嘅後盾。最後，我哋都要向沙田嗰間酒樓嘅經理、侍應以及當日所有幫口嘅街坊茶客點個讚。正因為大家有一份守望相助嘅精神，當見到老人家有困難或者被欺負嘅時候，無揀做冷眼旁觀嘅路人，反而係一齊企出嚟斥責騙徒，支持張婆婆，先可以令到呢個無良賤男得到應得嘅教訓，狼狽圖存。香港依家最需要嘅就係呢種正氣同埋街坊人情味。如果每個人見到不義之事都可以大膽出聲，呢啲呃錢黨自然就無生存嘅空間。各位老友記，大家聽完今次張婆婆嘅奇遇，下次去飲茶嘅時候，係咪都多咗一份智慧同勇氣呢？記住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平時飲茶最緊要開開心心，平平安安。祝各位老友記日日都精靈過人，身體健康，餐餐飲茶都食得舒舒服服。你有冇試過咁樣嘅經歷？喺一個平平凡凡嘅下晝，你做完嘢或者行完街，想搵間茶餐廳坐低，諗住舒舒服服飲杯凍奶茶，食個蛋撻。你入到去，見到大把吉台，諗住可以坐得闊落啲，點知個伙計老遠就喝住你，喂，嗰邊唔坐得啊，坐呢邊細台。你望住嗰張細到連碟乾炒牛河都差啲放唔落嘅2人台，再望住嗰啲空蕩蕩嘅卡位，心入面已經打咗個突。好啦，你坐低咗，嘢食都未落，個阿姐已經將副餐具砰一聲放喺你面前，塊面黑過鑊底。你食咗唔夠15分鐘，碟飯仲有一半，個伙計已經過嚟收走你個茶杯，甚至問都唔問就想收走你隻碟。嗰種眼神，直情係想喺你背脊燒炮仗趕你走咁。呢種感覺，相信好多香港人喺呢幾年都感同身受。我哋今日就嚟揭開呢個茶記短視嘅算盤。而家好多老闆每日都喺度怨，話生意難做，話2024年、2025年開始啲人全部北上深圳消費，話啲人唔留港消費係唔愛港。但係佢哋有冇反省過，點解我哋寧願坐成個鐘車排長龍過關，都唔願意喺樓下嗰間幫襯咗10幾年嘅茶記食餐飯？到底係邊個親手將啲客趕走？係唔係真係一句北上搶生意就可以掩飾晒自己所有嘅問題？我哋先講下呢種寧願吉台都要趕客嘅神操作。喺好多茶餐廳老闆嘅心入面，佢哋有一套好奇怪嘅數學邏輯。佢哋覺得只要我將個轉台率提到最高，我就會賺得多。例如一張台一個鐘頭轉4次客，同轉2次客，個收入係差1倍。所以佢哋嘅目標唔係要你食得開心，而係要你食得快。於是佢哋發明咗好多趕客神招。第一招，叫物理隔離。明知全場得3成客，佢都一定要你同陌生人搭台。佢話係為咗預留位置俾遲啲嚟嘅大客。結果呢？你同個完全唔識嘅阿伯對面坐，中間隔住個胡椒粉樽，大家呼吸都感覺到對方嘅熱氣，你想慢慢嘆下杯茶都唔得。第二招，叫閃電式收盤。你最後嗰啖麵仲喺嘴入面，佢隻手已經伸過嚟攞走你個碗。如果你話等等，我未食完，佢仲會俾個白眼你。第三招，最絕，叫環境心理壓迫。佢會將冷氣開到好大，或者將啲音樂播到好大聲、好嘈，等你想坐耐啲都覺得辛苦。呢啲老闆算盤打得好響，如果你走得快，我就可以接下一轉。但問題係，而家唔係2010年、2012那種自由行爆發嘅年代啊！嗰陣時門口真係排長龍，你趕走一個，出面仲有10個。而家係2026年啦，出面條街靜到連貓都冇隻，你入面仲有成排吉台，你都要趕走嗰唯一一個入嚟幫襯嘅客。呢種思維係極之短視，甚至可以話係自殺。你試諗下，一個客俾咗70幾、80蚊食個午餐肉蛋飯加杯凍飲，佢買嘅唔單止係嗰碗飯，仲有嗰半個鐘頭嘅休息時間。喺香港呢個咁大壓力嘅地方，茶餐廳本來係大家嘅避風港。以前啲阿伯可以一邊睇報紙，一邊慢慢飲茶，嗰種係人情味。而家你坐多5分鐘，個伙計就過嚟問你食完未啊？仲有冇嘢加？呢種壓迫感令到消費變咗做受罪。好多茶記老闆仲好鍾意賴，話我哋租金貴啊嘛，我哋人工高啊嘛。係，香港租金係貴，人工係高，呢份係事實。但係租金貴唔係你對客無禮貌嘅藉口，人工高亦唔代表你可以提供垃圾級別嘅服務。你越係趕客，啲客就越唔想嚟，啲客越唔想嚟，你生意就越差，生意越差，你就越想喺每個客身上榨乾每一分錢，結果就係加價同埋加快趕客速度。呢個係一個死循環。我哋對比下北上消費，點解咁多香港人每逢星期六
日就要去深圳？係咪因為嗰度嘅酸菜魚真係好食到上天？唔係，係因為人哋真係將你當係客。喺深圳嘅大型商場，你入到去，人哋係歡迎你嘅。你想坐幾耐就坐幾耐，人哋仲會主動幫你加水，仲會問你嘢食啱唔啱口味。最重要係咩？人哋唔會因為你食得慢而俾面色你睇。同樣係用幾百蚊，喺香港要俾人吹，俾人鬧，坐得逼，食得趕。喺上面可以慢慢行，慢慢坐，人哋仲笑面迎客。如果你係個客，你會點選？好，可能有人會話，香港茶餐廳就係咁㗎啦，呢啲係特色。我真係想問，由幾時開始無禮貌同狗眼看人低變成咗香港嘅特色？以前我哋講嘅香港服務業係講效率、講靈活，但係而家嘅茶餐廳效率變成咗粗魯，靈活變成咗偷工減料。你睇下而家啲茶記嘅嘢食，質素跌得幾犀利。以前杯奶茶要撞幾多次，茶底要點配，都有講究。而家好多係用預調好嘅茶精，或者係沖得淡茂茂。嗰份沙嗲牛肉麵，牛肉係韌到咬唔開嘅化學牛，個麵底係煮到爛晒，賣到60、70蚊一個餐，質素仲衰過以前賣30幾蚊嗰陣。老闆們會話成本上升啊嘛，我哋要生存啊嘛。生存係要靠回頭客，唔係靠呃一鋪。你用低質素嘅嘢食加劣質嘅服務，仲要收高昂嘅價錢，你真係當消費者係傻嘅咩？仲有嗰啲所謂嘅 QR code 落單，本來呢樣嘢係為咗方便，減輕樓面負擔，但係好多茶餐廳係點樣做嘅呢？佢強制你要用 QR code， 如果你話想搵人落單，個伙計會好唔耐煩咁叫你自己掃啦。好啦，你掃完，個系統又難用，又要你填呢樣填嗰樣，搞咗5分鐘，終於落到單。個伙計送嘢食過嚟嘅時候，依然係砰一聲放低。咁請問個科技幫咗啲咩？佢只係幫老闆慳咗人工，但完全冇提升到個客戶體驗，反而令到個環境更加冰冷。我識得一個喺中環開咗30幾年茶餐廳嘅老前輩，佢而家已經70幾歲退休啦。佢同我講，以前開茶餐廳最緊要係熟客，你要記得個客姓咩，記得佢要酒清定係多奶，記得佢中意坐邊個位。呢啲唔係叫肉麻，呢啲叫尊重。只要你尊重個客，個客就算搬到去屯門，搬到去元朗，佢放假都會帶埋一家大細返嚟幫襯。但係而家嗰啲後生一輩或者係連鎖集團嘅經理，佢哋眼入面只有數字。佢哋覺得個客只係一個人頭，食完快啲走，好似工廠倒模咁。佢哋忘記咗，餐飲業本質上係服務業，係人嘅行業。而家好多老闆仲有一種好奇怪嘅心態，覺得我開門做生意，我就係大晒。佢哋會喺門口貼埋晒啲奇怪嘅告示，例如唔准帶外來嘢食，違者罰款500，每位最低消費60蚊，繁忙時間用餐限時40分鐘。你未入去食嘢，已經感受到嗰種敵意。你係去食飯定係去坐監？呢種告示喺2025年嘅今日，真係顯得好諷刺。當全港都話要振興市道嘅時候，你依然用緊一種你要嚟求我俾嘢你食嘅態度嚟做生意。結果係點？結果就係我哋見到越嚟越多茶餐廳執笠，然後呢啲老闆喺結業嗰陣，仲要寫篇感言話租金無情，時代拋棄咗我哋，港人北上令到我哋冇生存空間。大佬，你醒下啦，租金係一個因素，但絕對唔係全部。你試下去問下啲仲係排長龍嘅老字號，點解人哋仲可以生存到？人哋可能地方一樣咁細，但人哋個伙計會同你有講有笑，人哋份豬扒包係即叫即炸，人哋杯奶茶依然係用幾種茶葉拼配出嚟。我哋再講深一層，呢種短視嘅算盤背後，其實係一種揾快錢嘅心態。好多老闆唔係想做一門長久嘅生意，佢哋只想喺幾年內賺夠就走。所以佢哋唔會投資喺員工培訓，唔會改善廚房設備，
更加唔會去諗點樣改良菜式。佢哋只會諗點樣喺嗰30分鐘入面令個客消費得最多。以前我哋香港人好自豪，話我哋係美食天堂，茶餐廳係我哋嘅代表作。外國遊客嚟到都要專程去食個常餐。但而家呢？如果我有外國朋友嚟，我真係唔敢帶佢哋去嗰啲連鎖茶餐廳。我怕佢哋會被個阿姐喝到驚，我怕佢哋會問我點解我仲食緊嘢，佢就要收我隻碟。我點樣解釋？我話呢啲係香港效率。咁樣講，我自己都覺得醜。而家嘅香港正處於一個轉型期，北上消費已經成為咗常態，唔係你叫兩句口號就可以改變到。面對競爭，唯一嘅辦法就係做得比人更好。人哋有空間，有平租，有平人工，我哋冇。咁我哋有咩？我哋理應有更好嘅質素，更有特色嘅風味，更加專業嘅服務。但如果我哋連呢啲都丟埋，剩返落嚟嘅就只有貴同埋差。我聽過一個最離譜嘅案例，係發生喺上年。有個客帶住個3歲幾嘅小朋友去茶餐廳，因為小朋友細，老闆竟然要求嗰個小朋友都要俾最低消費，仲要喺繁忙時段唔准小朋友坐多一張凳，要小朋友坐喺大人大髀度食。呢件事最後鬧大咗。你話呢種老闆係咪自己親手趕客？你賺咗嗰幾十蚊最低消費，但你輸咗個客嘅心，輸咗成個明星。而家資訊咁發達，一放上網，全港都知你係黑店。好多茶餐廳老闆仲會抱怨，話請唔到人。係，洗碗阿姐都2萬蚊人工，係好難請。但正正因為請人難，你先更加應該對留落嚟嘅員工好啲，教佢哋點樣去面對客人，而唔係由得佢哋將生活嘅壓力發洩喺客人身上。而家好多伙計嘅心態係，反正我做唔做都係咁多錢，老闆又對我唔好，我點解要對客好？呢種怨氣，最後全部由個客買單。當一個城市嘅茶餐廳都變得面目模糊，變得唯利是圖，變得毫無人情味，呢個城市嘅魅力就會慢慢消失。我哋以前去茶記係為咗嗰份熟悉感，而家去茶記係為咗生存，即係揾啲嘢塞飽個肚，然後快啲離開現場。所以我想同嗰啲仲係度怨天尤人嘅茶記老闆講，唔好再賴北上搶生意啦。你嘅對手唔係深圳嘅商場，你嘅對手係你自己嘅短視。如果你寧願將台吉咗佢，都唔願意俾個客坐得舒服啲，坐耐少少。如果你寧願用化學嘢食去慳嗰幾毫子成本，都唔願意用心做一個餐。如果你寧願請個黑面神喺度趕客，都唔願意親自去同個客打聲招呼，咁你間鋪頭執笠，真係遲早嘅事。世界變啦，2026年嘅消費模式同以前完全唔同。消費者越嚟越聰明，佢哋知道邊度值得花錢。大家追求嘅係性價比，呢個比唔單止係價格，仲包括服務同尊嚴。如果喺香港食餐飯要俾錢買難受，咁我寧願喺屋企食杯麵，或者真係坐車去深圳。呢個現象其實反映咗香港好多行業嘅通病：吃老本，唔求變，唔尊重客戶。茶餐廳只係一個縮影。如果我哋仲唔醒覺，仲係盜用嗰套我係老大哥嘅心態去做生意，最後被時代拋棄嘅絕對唔止係1-2間鋪頭。我哋作為消費者，其實要求好簡單，我哋唔需要你跪喺度服務，我哋只係想要一個正常嘅笑容，一碗熱辣辣用心做嘅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安安靜靜食完個餐嘅環境。如果連呢啲最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就唔好怪我哋變心。有時行過啲舊區，見到一啲仲係好有堅持嘅小店，入面可能好舊，但老闆會同街坊吹水，嘢食分量十足，就算坐耐咗，老闆都只會笑笑口問你要唔要加熱水。呢啲鋪頭通常生意都唔會差到邊度，因為佢哋明一個道理，生意係人做返嚟嘅，唔係算計返嚟嘅。反觀嗰啲所謂嘅連鎖大集團，入面裝修得好靚，但係冷冰冰，嗰種霎
標準作業程序，交出嚟嘅服務只有催促同機械化。佢哋計得太準，計到每一分鐘要賺幾多錢，但佢哋計漏咗一樣嘢，人心。人心係唔可以用計算機計出嚟嘅。你今日趕走一個客，你以為只係少咗幾十蚊生意？唔係，你係少咗一個會幫你口碑宣傳嘅朋友。而家嘅市道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守。老闆要守住個質素同態度，員工要守住份專業，客人才會願意留低一齊守住呢個美食天堂嘅名聲。如果大家只係互相埋怨，老闆怨租貴，員工怨辛苦，客怨服務差，咁最後嘅結果就係大家一齊輸。我真心希望下次我行入一間茶餐廳嘅時候，見到吉台，個伙計會同我講：先生，隨便坐，慢慢食，而唔係好似見到仇人咁，指住張角落頭嘅細台叫我塞入去。我亦希望我杯凍奶茶唔再係糖水，我塊豬扒唔再係橡筋。香港嘅茶餐廳係好有生命力嘅，佢經歷過咁多年風風雨雨，由大排檔進化到入鋪，由冰室進化到茶記，一直都係我哋嘅驕傲。唔好俾呢種短視算盤親手毀咗佢。老闆們，算盤要打，但唔係咁打法。如果你眼入面只有錢，最後你可能連錢都賺唔到。如果你眼入面有客，錢自然會跟住客一齊嚟。所以，與其每日睇住份報表怨北上消費影響生意，不如聽日早啲返鋪頭，親手沖一杯好茶，對住入嚟嘅第一個客，發自內心咁講聲早晨，想食啲咩？呢句簡單嘅問候，可能比你花幾十萬裝修或者寫幾千字去投訴更有效。呢場生存戰，贏嘅關鍵唔係邊個更識趕客，而係邊個更識留客。希望喺不久嘅將來，我哋唔使再為咗食餐安樂茶飯而要長途跋涉。香港人嘅茶餐廳應該由香港人自己救返嚟，唔好再做嗰啲親手將生意推俾人哋，然後仲喺度怪人哋搶生意嘅蠢事啦。其實講到尾，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把秤。你對客好唔好，啲嘢食用唔用心，大家係食得出、感受得到嘅。而家係2026年，係一個講求真實同連結嘅年代。任何虛假或者短視嘅行為，喺網絡時代都會被放大。你以為你趕走嘅只係一個客，其實你係趕走緊你嘅未來。各位老闆，收起你嗰個淨係識計轉台率嘅小算盤啦，換一個裝得落人情味嘅大算盤。當你間鋪頭重新充滿笑聲同溫暖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吉台會越來越少，而你亦都唔需要再賴任何人搶你生意，因為你嘅競爭力就係你自己。好啦，今日講到呢度，雖然講得有啲火氣，但都係因為愛之深，責之切。我真係好想香港嘅茶餐廳可以好返，可以重新成為我哋每個人嘅驕傲。希望大家下次去食飯嘅時候，都能夠遇到一間用心對待客人嘅好鋪頭。而如果你係老闆，希望呢番話可以令你諗一諗，你到底係喺度做緊生意，定係喺度趕緊客？我哋下次再見。各位街坊，真係唔到我唔出聲。最近出街食飯，直頭好似入咗黑店探險記淡，簡直係匪夷所思。前幾日我同班朋友去咗深水埗嗰邊一間望落去普通到不得了嘅茶餐廳食茶市，諗住求其填飽個肚就算啦。點知叫咗一碟所謂嘅郊外油菜，嚟到嗰陣我真係以為自己對眼有問題，定係個老闆同我開緊個好大嘅玩笑。成隻碟大是大非咁，中間孤零零擺咗幾條菜，我頂佢個肺，1、2、3、4、5、6，真係啱啱好得嗰6條菜心。仲要係瘦蜢蜢，好似營養不良咁樣。到埋單嗰陣，你估幾多錢？20文啊，20文港紙得嗰6條菜，一條菜要成3文幾4文錢，仲要油又無滴，汁又無啖，擺入茶杯洗一洗，直頭可以拎去餵兔仔。我當堂成個人呆咗喺度，心諗而家香港嘅餐飲業到底發生咗咩事？呢啲直頭唔係做生意，呢啲直頭係明搶。難怪個個禮拜6日
羅湖口岸、落馬洲口岸都逼到好似年宵市場咁，啲人好似逃難咁湧晒上去深圳。以前啲人話北上係因為貪平、貪新鮮，而家我話你知，根本就係俾香港呢啲劣食同埋掠水嘅鋪頭逼走。我哋成日話要撐本地經濟，支持黃店又好，老字號又好，但係班商家佬到底有冇尊重過我哋呢班消費者？好似我頭先講嗰碟廿文6條嘅菜心，你話租金貴、人工高，我都明白香港做生意成本去到天花板咁高，但係你都要講良心。6條菜心成本有冇2毫子？你收人20文，個毛利高到去到9成9，咁樣做生意法，真係當啲客係生魚咁嚟劏。而且最無恥嘅係，呢啲鋪頭通常都係專登裝傻。你如果去同個伙計理論，佢一係就話下，一向都係咁大碟價啦，一係就擺出一副你食唔食，唔食就扯旗嘅死人塊面。佢哋根本就係睇準咗香港人一個好大嘅死穴，就係面皮薄。大家心照啦，好多時我哋同長輩出街，或者同女仔拍拖，同同事食飯，見到碟嘢食嚟到又細碟又難食，甚至仲要收得貴一貴。雖然個心入面已經粗口爛舌，但係表面上都係忍氣吞聲，費事喺公眾地方搞到咁難看，或者驚俾人覺得自己好小家、好計較。呢班劣食店嘅老細就係摸透咗大家呢種費事嗌交、面皮薄嘅心態，專登將啲嘢食斬到件件都好似藝術品咁細件，然後收你5星級酒店嘅價錢。你越係唔敢出聲，佢就越係當你係水魚。每一次我哋默默埋單，其實都係縱容緊呢啲劣食文化繼續蔓延，搞到最後成個香港市面剩低晒呢啲不知所謂嘅餐廳。講真，我自己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由細到大都喺茶餐廳長大。以前我哋講嘅茶餐廳精神係快、靚、正，係充滿人情味。你去到坐低，個伙計雖然口花花或者行路好急，但係起碼會俾大碟夾抵食嘅叉燒飯你，例湯裏面實有幾件豬骨同紅蘿蔔。但係你睇下而家行入去好多連鎖或者新式嘅茶餐廳，杯奶茶淡到好似洗杯水咁，個沙爹牛肉麵啲牛肉韌到好似擦膠，仲要加多你1成服務費。最令人生氣嘅係，有好多鋪頭為咗賺到盡，直頭用埋啲預製菜，即係喺工廠承包整好，運到鋪頭用微波爐或者熱水叮一叮就倒出嚟俾你食。你用幾十文甚至上百文港紙喺香港食一餐飯，結果係食緊一包幾個月前喺內地工廠包裝好嘅化學預製菜，你話條氣點樣會順？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我哋先至會見到一個好諷刺嘅現象。以前係內地人湧落嚟香港購物、食海鮮、買奶粉，覺得香港嘅嘢有品質保證，雖然貴少少都值。而家風水輪流轉，輪到香港人一放假就瘋狂北上。每逢星期5下晝開始，港鐵東鐵線就塞到好似沙甸魚咁，個個都拎住個行李箱或者環保袋，浩浩蕩蕩咁向北面出發。我身邊好多朋友，以前係非香港美食不吃嘅中產人士，而家到咗禮拜六，一大早就喺微信群組度問喂，今晚去福田食邊間燒肉啊，或者羅湖邊間酸菜魚正啊？呢個轉變真係令人不勝唏噓。你話去深圳食嘢真係好到上天，其實大家都知，未必真係每間都係世界級美味，但係人哋贏在咩啊？人哋贏在人道，贏在將你當成一客。你想去深圳求其行入一間商場嘅餐廳，一坐低，起碼個空間大，坐得舒服，唔會好似香港咁，要你同個陌生人面貼面咁坐情侶座，仲要限時3-40分鐘就要你走。人哋嗰啲菜式，價錢平香港一半都算啦，最緊要係份量足。你叫一碟炒菜嚟到係真係一整大盤，鑊氣十足嘅青菜，絕對唔會出現20文得6條菜心呢種荒謬嘅事。如果你同佢講碟嘢有問題，人哋嘅服務態度係即刻同你換，甚至成碟免單，呢啲先至叫做將顧客擺喺第一位。反觀香港好多餐廳，你入去食飯好似爭佢1億幾千萬咁，一坐低就催你點菜，碟嘢食放低嗰陣好似同你有仇咁，用條力抌落張台度，湯水都濺到周圍係。你想加杯水，
個伙計一係扮睇唔到快步走過，一係就指住個 QR code 叫你用手機自己搞。食到一半，你個口都未抹，個伙計已經將張單夾喺你個杯底，跟住雙眼好似死神咁望住你，眼神充滿住你食完好走啦，出面大把人排緊隊嘅信息。呢種趕客嘅體驗，加上高昂嘅價錢同埋低劣嘅食物質素，直頭係將香港人往外推。好多香港餐飲業嘅老闆成日喺新聞度喊苦喊忽，話而家生意難做，市道好差，啲港人唔留港消費，又話希望政府出埋啲咩消費券或者搞多啲夜市嚟救市。我每次睇到呢啲新聞，我都真係想冷笑一聲。你哋有冇認真反省過自己嘅經營手法啊？如果食物有水準，服務有禮貌，價錢公道，香港人又點會放假放得咁辛苦，舟車勞頓排幾個鐘頭隊過關去深圳消費？香港人唔係冇錢，香港人係唔想做冤大頭。大家賺錢都好辛苦，點解我要將我辛苦工作賺返嚟嘅血汗錢奉獻俾你哋呢班當客人係砧板上嘅肉咁嚟劏嘅劣食店老闆？而且最搞笑嘅係，有好多鋪頭好鍾意用香港情懷或者集體回憶嚟做包裝，搞個復古嘅裝修，掛幾盞霓虹燈，擺幾張舊海報，就將個炒粉麵飯嘅價錢提升50%。但係佢哋唔明白，真正嘅香港精神係講求真材實料，童叟無欺。你用個包裝嚟騙人入去，食一次人哋覺得上當，就絕對唔會再有第二次。呢種竭澤而漁嘅做法，根本就係喺度自殺。好似我頭先講嗰碟菜心，如果係一間正常想長遠做生意嘅鋪頭，就算成本再高，哪怕只係加多4、5條菜，將個賣相做好少少，個客食落去個心都舒服啲。佢哋偏偏要挑戰消費者嘅底線，用最少嘅份量、最差嘅質素去收最貴嘅價錢，專登去揾嗰啲因為面皮薄而不敢投訴嘅老實人開刀。我有一位朋友，今年啱啱好42歲，份人最講面子。以前佢出街食飯，就算隻碗有條頭髮，佢都係默默咁撥開佢繼續食，費事搞大件事。但係上個月，佢去咗銅鑼灣一間幾出名嘅麵店，叫咗碗牛腩麵要成60幾文。嚟到嗰陣，碗麵細到好似俾小朋友食嘅細蓉咁都算啦，裏面得兩薄到好似子彈嘅牛腩，仲要硬到好似咬緊車胎咁。佢當時真係頂唔順，第一次拍台叫個經理過嚟。個經理嚟到，非但無行禮道歉，仲要單單打啖話我哋公司規定每碗麵嘅肉量就係咁多，你嫌少可以加錢加餸價。我朋友當時氣到成塊面紅晒，直接放低張100文紙，飯都唔食就走咗。佢同我講，由嗰日開始，佢每逢星期六日一定帶埋全家大細搭高鐵去深圳或者廣州食飯。佢話，與其喺香港俾人收貴錢仲要受氣，不如將啲錢拿去上面食餐好嘅，起碼人哋叫你一聲帥哥美女，當你係人咁看待。呢個故事其實反映緊成個香港社會嘅縮影。面皮薄嘅香港人，終於被呢啲無良商家逼到忍無可忍，大家用最實際嘅行動，用腳投票去表達自己嘅不滿。你香港嘅鋪頭繼續保持呢種傲慢嘅態度，繼續提供呢啲20文6條菜嘅劣食，咁你就慢慢等住執笠啦。當一個城市嘅餐飲業要靠欺騙同埋消費顧客嘅面皮薄嚟維持利潤嘅時候，呢個行業就已經病入膏肓。好多人或者會反駁，話內地啲嘢食雖然平，雖然大隻，但係好多科技與狠活，有好多化學添加劑，食得多對身體唔好。呢一點我絕對承認，大家都明白食品安全嘅重要性。但係問題係，而家香港有好多中低價嘅餐廳，佢哋嘅食材來源其實同內地一模一樣，甚至好似我頭先所講，根本就係直接用內地運落嚟嘅預製菜。咁既然大家食嘅都係差唔多嘅嘢，點解我要喺香港用雙倍甚至3倍嘅價錢，喺一個狹窄到連手腳都伸唔直嘅環境入面，一邊受住伙計嘅白眼，一邊吞呢啲劣食？起碼上面嘅商場冷氣夠大，座位夠寬敞，服務生會面帶微笑咁幫你倒茶遞水。當兩者嘅體驗相差咁遠嘅時候，食品安全呢個所謂嘅優勢，
就已經不足以彌補香港餐飲業在服務同性價比上嘅全面潰敗。而且我發覺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越嚟越多年輕人以前可能對北上消費有些少抗拒，或者覺得上面嘅文化唔太適合自己，但係喺呢2年之內，呢個觀念完全被打破。我公司有幾個啱啱大學畢業、20幾歲嘅同事，以前放假一係去旺角行街，一係去文青咖啡店打卡。而家一到禮拜五，佢哋就上網研究邊張信用卡喺內地消費有回贈，邊個 app 叫外賣或者買團購券最划算。佢哋同我講，喺香港隨便同朋友食一餐普通嘅日本料理或者西餐，每人最少要300-400蚊，而且味道非常之普通，份量又少，根本食唔飽。但係如果佢哋一齊去深圳，300蚊人民幣已經可以4個人食到一整張台都係嘢食，有烤魚，有潮汕牛肉火鍋，有手打檸檬茶，仲可以去玩埋密室逃脫或者唱歌。對於呢班啱啱出嚟做嘢，人工唔係咁高嘅年輕人嚟講，呢種消費嘅對比實在係太強烈，太具吸引力。呢個現象其實好值得我哋去深思。香港以前作為美食天堂嘅美譽，係靠幾代餐飲從業者用汗水、心機同埋對食物嘅堅持贏返嚟。無論係高檔嘅海鮮酒家，定係街頭巷尾嘅大排檔、茶餐廳，大家都有一份執着。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種執着變成咗一種純粹嘅金錢遊戲。每個人都想用最短嘅時間、最少嘅成本去賺最多嘅錢。物料成本被壓縮到極致，服務培訓被完全忽略，唯一不斷上升嘅就只有餐牌上嘅價錢。當一間鋪頭嘅心思唔再擺喺點樣做好一碗麵、點樣炒好一盤菜，而係諗緊點樣去壓榨顧客、點樣去劏嗰啲面皮薄不敢出聲嘅老實人，咁呢個天堂嘅招牌遲早會俾自己親手砸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呢個情況持續落去，香港嘅市面會變成點樣？有實力、有良心、想做好食物嘅小店，因為頂唔順高昂嘅租金而一間一間淡執笠，而剩低落嚟嘅就只有資金雄厚但係質素平庸嘅大型連鎖集團，或者係專門做遊客生意、做一次性買賣嘅黑店。到時我哋香港人想喺自己屋企附近食一餐安樂茶飯，都變成一種奢侈。你行入任何一間鋪頭，都要提心吊膽，擔心會唔會又遇到20文6條菜心嘅陷阱，擔心會唔會又俾人當成水魚咁嚟宰割。這種生活質素嘅倒退，真係令人感到好悲哀。所以我今日除咗係想發洩一下我當日食到嗰碟6條菜心嘅怒火之外，更重要嘅係想呼籲各位街坊、各位觀眾朋友，我哋真係要學識拒絕。以後行入餐廳，如果見到啲嘢食質素差到令人無法接受，或者份量少到好似羞辱緊你嘅智慧，請你唔好再因為面皮薄而選擇忍氣吞聲。我哋要理直氣壯咁同佢哋嘅管理層反映，或者直接轉身離開。我哋唔係要去生事，我哋只係要求一個合理嘅對待。如果每個人都敢於對劣食、對惡劣嘅服務說不，呢班無良嘅商家先至會感覺到壓力，先至會明白到香港人唔係傻仔，佢哋先至有可能會痛改前非，認認真真啖去做好每一道菜。與此同時，我都想對香港餐飲業嘅各位老闆講幾句真心話，唔好再將所有問題都推卸俾外在環境，唔好再怨天怨地怨香港人唔愛港。大家要明白，愛國愛港唔等於要盲目消費劣食。如果你哋真係想留住香港人嘅心，留住香港人嘅銀包，請你哋攞返出以前做生意嘅誠意同埋良心，將碟菜嘅份量加返足，將杯奶茶沖返濃，叫你哋嘅夥計收起將死人塊面，對客人多一份尊重。唔好再去用埋啲陰招去劏啲面皮薄嘅人。只有當香港嘅餐飲業重新揾返昔日嘅水準同埋人情味，我哋先至會重新引以為傲，先至會心甘情願咁留喺呢度消費。如果唔係，隨住過關越來越便利，深港同城化越來越緊密，香港嘅餐飲業只會面臨更加慘烈嘅淘汰潮。到時就算有再多嘅救市措施，都救唔返一個已經失去人心嘅市場。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對於香港餐飲業而家嘅狀況，
同埋也聞得6條菜心呢件事，你哋又有咩睇法？你哋平時出街食飯有冇遇過啲咩奇葩嘅掠食經歷？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期再見。唔知大家平時出街食飯有冇試過覺得間間餐廳嘅味道好似一模一樣咁呢？無論你係去茶餐廳、茶樓，定係街邊嘅麵包店，好似都有一種工廠倒模出嚟嘅味道。如果你有呢種感覺，恭喜你，你嘅條脷無退化，因為你真係食緊工廠流水線產出嚟嘅複製品。最恐怖嘅係，你以為新鮮出爐、熱辣辣嘅嘢食，分分鐘喺半年前就已經做定，一直擺喺冷凍庫入面。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去睇下一個最近震驚全香港嘅內幕，就係何文田一間睇落好普通嘅街坊麵包店所引爆嘅風波。呢件事直接撕開咗香港飲食業最唔想俾人知嘅遮羞布。等我哋一齊嚟睇下，我哋全香港人嘅嘴巴同身體到底點樣一步一步俾呢啲冷凍工廠摧毀緊。事源其實就係喺何文田一間開咗好多年，包裝成每日新鮮現場烘焙嘅街坊麵包店。好多何文田嘅街坊返工返學之前都中意去買個菠蘿包或者蛋撻，覺得街坊小店夠人情味，又貪佢個廚房每日傳出嚟嘅牛油香。點知早排因為有員工不滿待遇，憤而離職，喺網上大爆料，仲拍埋片放埋出嚟，大家先至如夢初醒。原來呢間所謂嘅現場烘焙店，成個廚房根本就冇任何麵粉，亦都冇師傅喺度由零開始搓麵團。裏面唯一運作緊嘅機器，除咗焗爐之外，就係一排排巨型嘅商業冷凍櫃。爆料者指出，每日一早送過嚟嘅根本唔係新鮮食材，而係一箱箱包裝好、硬到好似舊石咁嘅冷凍麵團。呢啲麵團最誇張嘅係睇返包裝上嘅生產日期，竟然係半年前喺內地某個大型食品加工廠做定嘅。師傅每日返工要做嘅嘢，根本唔需要咩高超手藝，佢哋只需要將呢啲放咗6個月嘅冷凍硬塊拿出來退冰、發酵，然後直接扔入焗爐焗熟，咁就變成咗街坊口中熱辣辣、新鮮出爐嘅菠蘿包。呢件事一出，全港譁然，好多街坊話食咗咁多年，估唔到自己每日食落肚嘅係半年前嘅古董。但係如果大家以為呢個只係個別麵包店嘅問題，咁你就太過天真啦。呢個何文田麵包店事件只不過係冰山一角，佢真正撕開嘅係全香港飲食界集體淪陷嘅驚人真相。根據行內不願透露姓名嘅資深餐飲管理人員爆料，現時全香港起碼有高達60%嘅餐廳，無論係大型連鎖店、茶餐廳，甚至係去到走高級路線嘅中菜館，都已經完全依賴呢種冷凍預製菜或者冷凍半成品。換句話講，你行入茶餐廳點一個沙爹牛肉麵、一碟乾炒牛河，或者去茶樓叫一籠蝦餃、燒賣，有超過一半嘅機會，呢啲食物喺半年前就已經喺東莞、深圳或者惠州嘅大型工廠流水線上被製造出嚟。工廠透過極低溫嘅冷凍技術，將呢啲嘢食雪住，然後源源不絕咁運落香港。餐廳收到貨之後，只需要揾個廚房雜工，將個膠袋剪開，扔落微波爐叮熱，或者放落蒸籠蒸反熱，就可以端上台收你幾十甚至上百蚊。以前我哋講起師傅嘅鑊氣，講起廚藝，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好多時已經變成咗歷史。好多人可能會問，點解香港嘅餐廳會變成咁？以前香港唔係美食天堂咩？點解依家個個老闆都寧願用半年前嘅冷凍貨，都唔肯認認真真請個廚師喺廚房煮嘢食？答案其實好殘酷，但又好現實，就係因為一個字：錢。香港嘅經營環境喺呢幾年入面變得越來越極端。首先，租金貴到令人髮指，一個鋪位動輒10幾20萬一個月。為咗要在咁貴嘅租金下生存，餐廳老闆必須要將每一寸空間都用到盡。如果一間餐廳要由零開始自己製作食物，佢個廚房需要好大空間，要擺洗菜盤、切肉台、大型爐灶，仲要地方放麵粉同各種新鮮食材。咁樣一來，前面俾客坐嘅堂食位置就會變少，賺錢嘅能力就自然降低。但係如果轉用冷凍預製菜或者冷凍半成品，個廚房就可以縮到得返原本嘅1/3甚至1/4咁大。
因為裡面根本唔需要傳統廚房嘅配備，只需要擺幾部微波爐、洗碗機同埋超大嘅冰櫃就搞掂。省落嚟嘅空間就可以擺多幾張台，請多幾個客，營業額自然就上來到。除咗租金之外，人工亦都係一個極大嘅催化劑。依家香港餐飲業面對緊嚴重嘅人手短缺，尤其是具有傳統手藝嘅廚師或者麵包師傅。一個有經驗、炒得一手好鑊氣嘅茶餐廳大廚，月薪起碼要3、4萬蚊，而且仲未必請得到，因為後生一輩根本唔願意入行，覺得廚房又熱又辛苦。同樣地，一個真正懂得由搓麵團、開酥皮做起嘅傳統麵包師傅，全香港已經買少見少。面對咁高嘅人工同埋人手斷層，老闆們發現，如果用冷凍預製菜，佢根本不需要請咩高薪大廚。佢只需要請一個最低工資嘅洗碗工或者兼職跟班，負責將送過嚟嘅冷凍包剪開、倒出來、加熱，咁就可以出菜。一個原本需要2、3萬蚊人工嘅職位，依家1萬零幾千蚊就搞掂，仲要唔使驚個廚師隨時發脾氣罷工或者跳槽，因為只要有微波爐同焗爐，任何人都可以喺5分鐘之內成為大廚。這種極致嘅成本控制，令到全港超過60%嘅餐廳老細趨之若鶩，紛紛向工廠流水線投降。但係當老闆們喺度計緊數，覺得自己賺多咗、慳多咗嘅時候，有冇人諗過我哋呢班普通市民到底付出緊啲乜嘢代價？首先，最直接受到傷害嘅就係我哋嘅條脷、我哋嘅嘴巴。點解我哋會覺得依家好多嘢食都無晒靈魂？因為工廠流水線做出嚟嘅嘢食，為咗要迎合大眾口味，同時又要確保喺長途運輸同埋長達幾個月、大半年嘅冷凍過程入面唔會變質，佢哋喺配方上必須要做妥協。無論係沙爹牛肉、咖喱雞，定係點心、麵包，工廠都會加入大量嘅化學添加劑。為咗遮掩冷凍肉類擺得太耐所產生嘅雪藏味，工廠會落極重口味嘅調味料，比如高鈉、高鹽、高糖，再加埋化學味精或者增味劑。你食落去好似好野味，但其實你食緊嘅只係一堆化學調味調製出嚟嘅幻覺。以前新鮮煮出嚟嘅食物，牛肉有牛肉味，菜有菜味，依家你食到嘅只有統一嘅鹹味同埋甜味。長期食呢啲嘢，我哋嘅味覺會變得越來越麻木，最後甚至連咩叫做真正嘅新鮮嘢食都分唔清。更嚴重嘅問題係呢啲工廠流水線製品正喺度慢慢摧毀緊我哋嘅身體。一個擺咗半年前做定嘅冷凍麵團或者預製菜包，點樣可以確保佢喺冰櫃放咗6個月甚至更耐嘅時間之後，解凍出嚟仲可以保持彈性，唔會散，唔會霉？背後全靠大量嘅食品科技。以麵包為例，傳統麵包只需要麵粉、水、酵母、少少鹽同糖。但係工廠生產嘅冷凍麵團，裡面會加入大量嘅乳化劑、改良劑、抗氧化劑，仲有防止水分流失嘅化學保濕劑。呢啲添加劑雖然符合食品安全法規嘅最低標準，但係當你每日3餐，長年累月咁將呢啲防腐劑、改良劑塞落肚嘅時候，你嘅身體真係負荷得到嗎？好多醫學研究已經指出，長期攝入過多嘅食品添加劑同埋高鈉、高脂肪嘅預製食品，同依家越來越普遍嘅都市病有直接關係，例如高血壓、糖尿病、腸胃慢性發炎，甚至係年輕化嘅大腸癌。我哋以為自己食緊嘅係維持生命嘅營養，但其實我哋正喺度用自己嘅健康去為餐廳老闆嘅省錢計劃買單。除咗個人健康之外，呢個現象亦都喺度徹底摧毀緊香港引以為傲嘅飲食文化。香港以前點解可以被稱為美食天堂？就係因為我哋百花齊放，每一間街角嘅茶餐廳，佢哋嘅絲襪奶茶都有自己獨門嘅茶方；每一間燒臘店，佢哋嘅叉燒都有自己秘製嘅醃料同埋火候控制；每一間細小嘅麵包鋪，師傅都會根據當日嘅天氣、濕度去調整搓麵團嘅時間，焗出獨一無二嘅雞尾包。這種注重細節、尊重手藝嘅匠人精神，先至係香港飲食文化嘅靈魂。但係當全港60%嘅餐廳都開始用同一個內地大工廠出產嘅冷凍貨色時，
香港嘅飲食界就變成咗一個大型嘅複製人帝國。你去旺角食嘅燒賣，同你去銅鑼灣食嘅燒賣，甚至去到屯門食嘅燒賣，其實根本係同一個阿媽生嘅，都係由同一條流水線印出來嘅。香港嘅飲食文化正在失去多樣性，失去咗佢最珍貴嘅個性和人情味。好多街坊喺面對呢個真相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無助。既然全港有60%餐廳都淪陷咗，咁我哋仲可以點樣選擇？難道我哋每日都要自己煮，完全唔出街食飯？喺依家呢個生活節奏咁快，人人都做到好攰嘅香港，呢個顯然唔現實。但係呢個並不代表我哋要坐以待斃。作為消費者，我哋手上最大嘅武器就係我哋嘅荷包同埋我哋嘅選擇權。我哋要學識去分辨邊啲係真正用心做嘅店鋪，邊啲係純粹用工廠貨呃錢嘅投機者。首先，我哋可以從價格同埋出菜速度上去觀察。如果一間茶餐廳，你坐低點一碟需要繁複工序嘅燉肉或者炆排骨，佢2分鐘之內就熱辣辣端到你面前，而嗰碟嘢食嘅汁醬濃稠得好唔自然，每塊肉嘅大細形狀好似用尺規量度過一樣咁整齊，咁你就要打個問號啦。真正由大廚即叫即炒嘅菜式係需要時間嘅，肉塊亦會有自然嘅大細不一。又例如，如果一間麵包店，佢宣稱自己係自家烘焙，但係你喺佢鋪頭周圍，從來聽唔到攪拌機搓麵團嘅聲音，睇唔到運送麵粉嘅布袋，只見到一個店員好輕鬆咁將一盤盤定型好嘅麵包放入焗爐，而呢些麵包每個嘅形狀都完美得好似電腦繪圖一樣。咁呢個好大機會就係何文田麵包店事件嘅翻版，用嘅係擺咗好耐嘅冷凍麵團。當我哋發現咗呢啲真相之後，我哋應該做嘅就係將我哋嘅消費轉移去支持嗰啲依然願意堅持傳統、願意花心思時間去由零開始製作食物嘅小店。喺香港，雖然大環境好艱難，但係依然有一班好執着嘅餐飲從業者。有老一輩嘅點心師傅，每日凌晨2、3點就返到茶居，親手剁豬肉、剝蝦殼，只為咗做出新鮮彈牙嘅燒賣。依然有年輕人願意頂住高溫去跟師傅學炒鑊氣，開一間小小的潮州小炒店。依然有獨立嘅麵包小店，堅持用天然酵母，經歷20多個小時嘅低溫發酵，去烘焙出一個真正有麥香、無添加劑嘅麵包。呢啲鋪頭，佢哋嘅定價可能會比連鎖店貴少少，佢哋出餐嘅速度可能會慢少少，但係佢哋賣嘅係真正對得住大家嘴巴同身體嘅食物。如果我哋貪便宜、貪方便，一味追求快同埋平，只會令到呢些真正用心做嘢嘅小店慢慢被市場淘汰。當最後一間傳統茶餐廳倒閉，當最後一個手工麵包師傅轉行，全香港就會徹底被工廠流水線吞噬。到時我哋每個人行出街，無論入去邊間餐廳，都只能夠食到那些放咗半年前、充滿化學添加劑嘅預製冷凍包。呢個絕對唔係我哋想要嘅生活。何文田麵包店事件係一個好嚴重嘅警號，佢用一個最貼身嘅例子敲醒咗我哋嘅健康，我哋嘅味覺，甚至我哋香港人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美譽，其實都掌握喺我哋每一次嘅消費選擇入面。由今日開始，食嘢之前諗多一步，望多一眼，揾返那些真正有溫度、新鮮製作嘅食物，唔好再俾工廠流水線摧毀我哋嘅身體。